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7月1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5篇第1节到第10节，创世纪41章14节到36节，雅各书第2章14节到26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与行。使徒行传的英文翻译为 act，意思就是说有许许多多的行动，有许多的见证。我们也在使徒行传看到初代教会的建立，是因为基督徒的行动力、实践力而被建立的。信仰的行动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可以说是没有行动，信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。约瑟蒙上帝的保守赐福，领受了上帝的恩赐，能够帮助人来见证上帝的能力与存在。这些都不是说说而已，而是必须要有行动力来实践、来见证的。创世纪41章14节到36节，经文这样提到，王派人去招约瑟来，他们连忙带他出狱，修了脸，然后换了衣服，来到王的面前。王对他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没有人能够解释，我听说你会解梦。约瑟回答，陛下，我自己不会解梦，但是上帝会给你吉祥的解释。王说，我梦见自己站在尼罗河畔，有7头又肥又壮的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在岸边吃草。接着有7头又瘦又弱的母牛上来，是我在埃及从来没有看过的瘦牛。这些又瘦又弱的牛把那7头肥壮的牛吃掉了，但仍然是那么的瘦弱，看不出他们吞下肥壮的牛。这时我醒了，我又做了一个梦，我梦见一棵麦茎长了7个又饱满又成熟的麦穗，接着又长出7个枯瘦被东风吹焦了的麦穗。这些焦瘦的麦穗把那7个饱满的麦穗吞了下去。我把这些梦告诉巫师，可是没有人能够替我解梦。约瑟就对王说，其实这2个梦可以当作一个梦来解释，有相同的意思。上帝已经把自己要做的事预先的告诉了陛下。那7头肥壮的母牛代表7年，那7个饱满的麦穗也代表7年。这2个梦有相同的意思。接着上来的那7头瘦弱的母牛和那7个枯瘦被东风吹焦了的麦穗，都代表7个荒年。就像我们刚刚奉告陛下的，上帝已经把自己要做的事预先指示陛下了。埃及的全境将有7个前所未见的丰年，接着有7个荒年，饥荒将毁坏埃及全地，使人忘记从前有过丰年。饥荒严重的使人再也记不得从前的丰年。陛下重复做了2个梦，这表示上帝决意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实现他的计划。因此我建议陛下启用有智慧有远见的人，派他管理国政，并且指派他及他的官员在7个丰年的期间征收全国农产品的1/5。
命令他们在将来要临到的丰年期间收集五谷，在各城储备粮食，派人管理。在接踵而来的7个荒年的期间，这些存粮可以供应全国人民，使人民不至于饿死。约瑟的信心，他完全显露在他的生命以及他的行为之上。即便他是遇到了困境，被关在监狱里面，他也仍然坚定地依靠上帝。新约的雅各对信心有非常严苛的看法，他认为信心若是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雅各书2章14节到26节，圣经这样记载：我的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有人说他有信心，却不能用他的行为证明出来，有什么用处呢？那信心能救他吗？你们当中有弟兄或姐妹没得穿，没得吃，你们却对他说：平安，平安，愿你们穿得暖，吃得饱，而不供应他们所需要的，那有什么用呢？同样，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但是有人会说，这个人有信心，那个人有行为。我要回答你，给我看那没有行为的信心，我要用行为给你看我的信心。愚蠢的人啊，你们想要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无用的吗？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怎样得以跟上帝有合宜的关系呢？是由于他把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这一行为。可见他的信心跟行为是相辅并行，信心是借着行为而达到完全的。圣经上说，亚伯拉罕信上帝，因他的信，上帝认他为义人。这话实现了，他被称为上帝的朋友。所以人得以跟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是借着行为，不仅仅借着信心。居里拉合的情形也是一样，他得以跟上帝有合宜的关系是由于行为。他接待犹太人的使者，又帮助他们从另外一条路逃走。所以正如身体没有气息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虽然如此，雅各书的论点并不是如同法利赛派的人所说的那种行为称义，而是强调信仰上的实践。严格来说，信心与行为是基督信仰的一体两面的事，缺一不可。诗篇25篇第1节到第10节：上主啊，我向你献上祷告，我的上帝啊，我只信靠你。求你使我不致失败蒙羞，不让仇敌向我夸胜。信靠你的人不至于失败，失败的是那一些无故背叛你的人。上主啊，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，把你的途径教导我。求你引导我走在你的真道上，因为你是拯救我的上帝，我日夜仰望你。上主啊，求你记得你的仁慈，记得远古以来你所显示那不变的爱。求你饶恕我幼年所犯的罪过。上主啊，求你因你的恩惠和不变的爱来顾念我。上主至善公义，他指示罪人该走的路，他引导谦卑的人走正路，把自己的旨意教导他们。他用信实和不变的爱带领他们走所有遵守他的约和他命令的人。恳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能够以坚定的信心来跟随，来领受上帝的呼召。
无论是遇到怎么样的一个情况，都能够在生活上、行为上显露我们的信心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